Hello， 各位今日新闻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周学妹。你他妈在冲啥小啊？我让他来拼啊！我让他动了多少亿？快老不要看什么？快老不要看什么？你动我一下！因为从小到大教育爸爸妈妈不希望我们讲不好听的话，所以我连讲我都会害羞。然后知道自己要标导演设定的那个花莲老贝奥卡森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我练好久，在家各种情绪的那个脏话都要练，就是开心的骂那一句话，难过的骂，然后是面无表情，然后或者怎么样都要练习。你不能只有轻轻的骂。我还找那空旷的地方跑步的时候，大吼的骂。接到这个角色，我跟妈妈交流，可能女生可以讲的脏话。她第一句话就跟我讲说：“无啦，我根本在讲这啦，就是假装气质。”然后我就跟她是吗？那导演有贡献一句，就是我们可能要以后讲的“欢迎老不要卡声”。然后说：“哦，有听过讲吼，有一句叫做‘话恁祖公的红金翁啊’。”我想哇，这个感觉更粗。烫完之后真的很想哭，我也不敢讲，因为我怕烫的人会难过。我就就是你知道那个表情，然后就是也是笑了，然后拍了几张给导演他们看。可是我觉得他们应该也吓到，他们不知道说他们下手那么重，对，因为也摸过我头发，知道我头发很细软，所以药水也下很重，几乎是用倒的。所以像我刚刚讲的，我头皮都是受伤的，就是头皮是。过了几个礼拜，它是一块一块这样子掉，对，然后现在也就是变成是很会落发的头皮。那个时候就觉得我在放的时候就要放到100分，试的时候不是拍的时候。然后我记得我试完之后，导演跟我讲说很好，等一下就照这个的100倍。我想说。我刚就100倍啦，我真的腿软，所以有几场戏我拍完之后，我精疲力尽，然后生气是真的气到我的，因为脸上血管很多，很明显嘛，就是头上的血管都爆了，都淤青。我有一次卸妆的时候看，咦，怎么黑黑的擦不掉？然后仔细看啊，淤青。快老不要看什么？你动我一下！导演其实在这场戏之前也跟我讲了很多次，很难哦，很难，真的很难哦。你又要怎样，又要怎样，又要那样，又要这样哦，很难哦。其实我那个时候有点紧张啊，因为我也不知道他的场景是怎么样，然后我看到的感觉会是怎么样。当我看到他在那的时候，我真的心都碎了。然后导演说不能哭哦，你要怎么做都可以，不能哭哦。然后讲完之后他离开，我就开始哭，然后哭完之后啊，擦擦眼泪，然后就开始消化，把刚刚导演讲的话跟我看到的那个状况消化掉的时候，其实我没什么用力耶，我就心里想着我那个感觉，然后看着他，我很想哭，但是我心里就是忍，对，然后拍完导演冲出来说这个不要，这个可以，我们再一个不同敬畏，保持住，他不要我崩溃，他不要我哭，他就是一个很压抑的妈妈。很可怜，想哭不能哭的妈妈。所以我是戏外哭的比戏内多。第一部《雨中鸟》，但那是我高中毕业之后，然后冰冰姐以为我是戏剧科的，感觉我好像会演。可是我那部戏演完之后呢，大家都说我很烂。所以演完那部戏之后，我也就不再敢拍戏。我哭戏哦。那个当时的眼线啊，因为还小嘛，16还是17岁，眼线就是没有弄好，然后哭有眼泪，对，但是黑的。以前就是会真情流露的哭，不会去在乎太多的东西，也没有什么技术面、技巧面，什么都没有，反正就是很自然的表现，自然的流露，就是很烂。那你年代喜欢刘雪华那种哭？对，哭得漂亮。古代，不是古代，早期就是要那
那眼睛眼神要在，然后眼泪这样子1颗、2颗、3颗这样掉。可是我们不懂啊，又还小啊。我哭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很难过。我抱我哭的时候，尤其是跟妈妈相逢相遇那种激动，我就是你知道，气控要不要做几控，眼睛就是这样子挤住，然后眼泪在这里有没有滴下来，全部都是黑的。然后就是我觉得啦，整个很失败。以前对于结婚很向往，但是现在我觉得好像一个人也挺好的，就顺其自然，因为这种东西也是强求不来的。我谈过2段感情，有一段比较长，大概2、3年左右，然后另外一段感情只有2个月，对，所以不知道，我觉得我自己好像要练习怎么跟异性相处吧。好像一个人太久了，会太习惯一个人。10几年有了，应该我的那一条线啊，比较不灵光，所以很难去发现有人喜欢我，除非他们直接告白。